Yo，大家好啊，歡迎翻到嚟啊！咁今集咧就同大家睇下啲轉會消息啦。呢幾日啦，或者話呢幾個禮拜咧，傳得比較即係多啲新聞嘅就皇馬方面啦。咁最新就競選主席啦。佩尼斯咧亦都係成功連任噶。咁佢連任之後，亦都帶嚟咗好多連鎖效應啦。咁其實兩邊即係另一位候選人啊，甚至啊係搭晒朵，又話競選到咧就會簽夏蘭特啊呢啲嗰啲啦。咁但係最後都係咧。直接俾本人啦或者經理人出嚟咧係澄清嘅，係冇咁嘅關係。咁最後其實佢都已經係即係都贏唔到佩尼斯噶啦。咁但係其實除咗皇馬方面咧，英超啊都係不停咁有消息傳出嚟。咁今日都同大家嚟總結一下啦。咁喺節目開始之前咧，都係嗰句啦，中意嘅記住撳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哋，分享出俾更多嘅人睇到啊。你又覺得邊一單轉會啊，你係想見到或者係最有surprise 嘅咧，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啊！好啦，咁先嚟睇英超方面啊，咁第一隊我哋嚟睇下曼聯啦。咁曼聯一路都講緊咧係物色緊一名左翼鋒嘅。咁喺評估夏季選項嘅時候咧，可能會轉向呢個愛華頓嘅安大爺啊。咁呢個都唔係啲咩新聞嚟噶啦，不過最近消息咧就又彈翻出嚟話已經係列入咗佢哋嘅目標名單啊。咁但係佢哋都亦係尚未對呢位26歲嘅塞內加爾國腳啦正式提出報價嘅。咁安大爺自從喺2024年喺馬賽加盟愛華頓以嚟咧，71場比賽攻入咗17個波噶。咁但係原本即係對於左邊鋒嗰個要求，即係話係保歐聯嘅陣容深度啦。咁但係其實而家嗰個迫切性都唔係即係話太需要嘅啫，即係有需要嘅，但係就冇6個月之前咁重要啦。咁因為多股咧喺呢個位置嘅成長啦，同埋古拿喺嗰度嘅表現啊，就為卡域克提供咗替代方案啦。咁但係即係曼聯而家嘅重要嘅核心都係擺喺隱瞞中場方面嘅，咁有剩錢啦，先至去睇下其他位置啦。我覺得咧，其實與其買個左邊鋒，不如買個左閘好過啦。始終夏季蘇爾可唔可以咁即係全勤出席咧，都係一個謎嚟嘅。咁曼聯今年稍早都曾經對 RB 萊比錫19歲嘅迪奧文迪啦表現出一啲興趣啦，咁但係其實都冇乜拉能噶啦，都只係攞嚟抬價啫可能。咁因為利物浦先係追逐呢位科特迪亞國腳嘅領跑人啊。咁 RB 萊比錫嗰邊咧就為佢標價8600萬英鎊啦，咁但係呢個價咧就睇個勢都唔會再高啲噶。另一邊咧就講緊咧，其實RB 萊比錫嗰邊咧係估值 1.2 億英鎊噶，咁利物浦就想用佢嚟作為沙拿嘅長期替代者啦。隨住伊拉奧拿咧就被正式任命為利物浦嘅主帥啦，咁佢哋係為利物浦引進般尼茅夫嘅巴西國腳賴恩咧係開咗道門噶，咁但係最早都要去到1月先可以成事嘅，因為咧。咁佢1月嘅即係上年冬季轉會窗先至加盟般尼茅夫啦，咁而且佢係原來出年1月係一個解約條款，金額係高達 1.3 億英鎊嘅，咁但係其後喺每個轉會窗咧都會遞減噶，咁外界預期佢會留低喺般尼茅夫先嘅。咁般尼茅夫嘅另一位超新星呢個告路比咧，亦都預期會喺今個夏天留低喺留隊嘅。咁般尼茅夫承認呢位同樣係阿仙奴同曼城目標嘅球員咧係一個特殊案例啊，佢係冇解約條款嘅。咁如果有人準備試探佢嘅市場咧，佢嘅標價將會遠超1億英鎊噶。繼續利物浦方面啦，上季咧達雲紐尼斯咧就離開咗利物浦啦，咁就啱啱而家就10個月到嘅啫。咁佢已經係準備好同沙特球隊呢個艾希拉爾咧分道揚鑣啊！咁因為佢喺沙特度過咗一個令人遺忘嘅賽季啊，喺30場聯賽入邊咧攻入咗5個波啦。佢喺2月呢個賓斯馬加盟之後咧已經失去咗陣容嘅位置啦。今個夏天咧可能成為自由身啊！咁紐尼斯就話喺一篇報道入邊話啦，就下定決心要喺今個夏天戲劇性咁回歸利物浦啊！咁其實佢之前就即係早幾個月咧都叫做係有前鋒市場咧，就睇下要唔要佢嘅。咁但係馬體會嘅艾華利斯咧係即係而家留隊啦。咁跟住巴塞方面亦都唔富裕啊，咁所以未必可以簽到佢過嚟嘅。咁如果關於佢終止合約嘅談判成功咧，咁佢嘅吸引力會大啲嘅，咁佢就會變成自由身啦。咁跟住第三單關於利物浦嘅咧就係即係佢哋要清洗嘅人啦，咁就係翼鋒基艾莎啦，佢就係其中一位啦。咁
咁利物浦咧係對佢係開出咗一個高昂嘅股價㗎嚇，咁就可能破壞咗佢同歐聯新軍科目嘅潛在回歸意大利嘅呢筆轉會啊。咁啊，即係基艾沙喺利物浦度過咗2個受嚴重傷患困擾嘅賽季之後咧，希望咧喺晏菲路以外嘅場地獲得常規正選上陣時間啊。好啦，熱刺方面咧，自從即係免簽咗般尼茅夫嘅辛尼斯啦，同埋免簽利物浦嘅閘位羅伯臣之後咧，而家咧就繼續想補強佢哋嘅後防位置啊。咁就向白禮頓嘅雲客基咧係出價嘅，咁佢已經出價咗2次嘅，亦都2次都係被拒絕嘅。咁雲客基估值就7000萬英鎊啦。咁其實據稱咧就車路士同利物浦都係對呢位25歲嘅球員有興趣嘅。咁但係熱刺決心咧就令呢位荷蘭人同前主帥羅伯圖迪沙比重聚啊。咁雲客基喺迪沙比率領嘅白禮頓征戰23-24球季歐霸杯嘅時候咧，係球隊嘅常規正選嚟嘅。咁聽講熱刺嘅第一份報價咧就4000萬鎊嘅啫，咁白禮頓完全唔睬你嘅，佢哋最少都要翻個7000萬鎊啦。佢哋本身白禮頓嘅運營模式都係養啲後生仔之後高價賣出去嘅，呢幾年都係咁樣嘅，所以4000萬鎊咧佢哋絕對唔會要噶啦。咁睇下熱刺第3份報價會唔會上到去咁多啦。好啦，車路士方面據呢個 Metro 報道啦，車路士就加強對祖雲達斯嘅前鋒華拉學衛嘅興趣啊。咁呢位26歲嘅球員咧，今個夏天成為自由身之後都吸引咗包括喺藍軍在內嘅多家球會注意啊。咁車路士咧人就多啦，咁但係用得嘅前鋒咧就真係唔多啦。咁始終就即係沙比亞朗素7月到嚟之前咧，佢哋想喺多個位置進行強化啦。咁里安戴納咧就度過咗一個慘淡嘅賽季啦。祖奧柏度就雖然話有好多傳聞會話離開車路士，但係我應該就唔會嘅，即係佢車路士嚟講，某程度上非賣品嚟嘅。咁車路士咧喺呢個 Nicholas Jackson 喺拜仁慕尼黑外借期滿歸來之後佢哋都係願意出售佢啦，咁再去簽低另一名新嘅前鋒嘅。不過華拉學衛呢個球員，即係除咗自由身比較吸引之外，嚟到英超我唔覺得佢踢得掂嘅，好老實講，即係佢喺意甲都唔係踢得好噶啦。不過呢啲咁嘅水準嘅收購都好符合車路士高層嘅眼光啦，叫做可以講話咁即係希望佢就可以證明我係錯噶啦下一季咁，因為下季沙比亞朗素如果車路士嘅隱瞞做得啱嘅話，其實佢哋係可以，我覺得佢哋有機會爭冠嘅。咁睇下佢哋夏天嘅轉會操作如何啦。咁另一單嘅關於車路士嘅新聞就係佢哋同巴塞咧就爭緊簽低呢個安德里亞金比亞素呢個球員啊。咁佢哋亦都認為祖雲達斯對呢位後衛嘅估值係3000萬歐元左右啦。咁金比亞素喺意甲度過咗一個令人印象深刻嘅賽季36場聯賽貢獻3個入波同4次助攻然而祖雲達斯咧係攞唔到下季歐聯嘅資格，最後排名第6嘅。咁所以如果收到好嘅報價咧，祖雲達斯係肯出售呢位閘位球員噶。好啦，跟住阿仙奴方面咧係深入談判緊喺李斯特城簽低16歲嘅謝利美蒙加呢位球員非常後生佢同李斯特城簽訂咗職業嘅合約啦，咁係會喺7月10號年滿17歲嘅時候咧生效噶。咁蒙加上季為李斯特城喺英冠上陣27次啦，轉會費可能係1000萬至到1500萬之間嘅。咁羅馬諾就報道阿仙奴正喺度推進緊蒙加嘅交易啦，因為呢位翼鋒咧已經表示佢同意轉會阿迪達嘅球隊咁好老實講，阿仙奴向你招手英超冠軍，你唔通唔走咩？即係梗係離開呢個英冠嘅李斯特城啦，唔係英冠英甲添sorry。暫時阿仙奴消息係得咁多啦。咁紐卡素方面紐卡素係接近緊同蘭斯嘅法國青年國腳門將咧呢個查溫係達成協議呢位20歲嘅球員被視為一個令人鼓舞嘅發展中嘅新秀咁意味住咧艾迪豪嘅球隊除咗佢之外咧係預計會再簽低一名更加有經驗嘅門將嘅。咁而呢一位有經驗嘅門將就係曼城嘅後備門將查福特咁艾迪豪咧希望喺龍門嘅位置咧上面建立長期嘅深度啦，咁好大程度取決於普比即將作出嘅留隊或者離開嘅選擇嘅。咁喺其餘嘅交易方面啦，紐卡素咧因為賣咗安東尼哥頓之後咧釋放咗佢哋嘅支出能力咁希望今個夏天咧促成快速嘅交易嘅。咁佢哋首先當然希望補充翻哥頓嘅左邊鋒位置啦，一個右閘同埋一名6號位嘅球員咁
咁咧令到佢哋可以喺艾迪豪麾下嘅踢法更加具多樣性啊嚇。咁佢亦都傳緊啦，首要目標咧係取代哥頓嘅喺奧沙辛拿嘅呢位域陀蒙路斯啊。咁而頭先講到嘅門將普比啦，列斯聯同葉士域治咧都係爭緊簽低佢嘅，咁但係佢都亦都係可以留隊為自己位置而戰啦，咁都係取決於佢自己想點嘅啫。韋斯咸方面啦，韋斯咸目前就兩個重點啦，咁第一個就係佢哋嘅中場啊，費蘭迪斯啊，咁就為佢定低咗8000萬鎊嘅估值噶，咁就為征戰英冠做準備啦，希望賣走佢嘅。咁儘管有報道就話曼聯有興趣啦，咁隊長班奴咧亦都係對佢啊，即係非常推薦佢嘅。咁但係啊，就聽講咧，韋斯咸係尚未收到任何針對呢位21歲球員嘅直接報價，咁但係預計佢就會係佢哋下季清倉大拍賣嘅一部分啊。咁作為曼聯球迷，當然想要佢啦。21歲好多時間俾佢去進步啦，咁佢亦都進步得非常之快。今季喺韋斯咸，咁但係呢個價錢，以我哋嘅 budget 嚟講，會唔會有高少少咧？咁但係又值唔值得去買咧？咁啊，睇下高層點諗啦。我暫時冇乜意見嘅，即係你買佢又得，唔買佢我都覺得可以嘅。你揾到另一個平啲，但係水準都差唔多嘅球員嘅話，因為如果要抌8000萬嘅話，我寧願你抌落去可能東拿利呢啲級別嘅球員，咁啊直接可以填到卡斯美路嗰個空缺啦。因為目前係費蘭迪斯，我唔覺得佢係可以直接填補到卡斯嘅空缺嘅，始終仲係比較raw 啲啊，佢都未係好成熟嘅一個球員啊，始終21歲。咁而韋斯咸嘅另一個明星人物，當然就係佢哋嘅明星翼鋒啊，查洛保雲啦。咁即管咧，韋斯咸喺英超降班咧，佢哋都希望留低查洛保雲嘅，而球員咧亦都希望留低啊。29歲嘅保雲啊，就希望咧帶住錘仔幫重返英超啊。咁呢位落選英格蘭世界盃大軍嘅翼鋒咧，係受到車路士、曼聯同紐卡素欣賞嘅。咁但係至今咧都係未有其他球會正式接觸嘅。咁雖然韋斯咸需要通過出售球員啊籌集大約1億英鎊啦，但係佢哋希望咧今個夏天唔使賣走佢哋嘅隊長啊。比較有趣嘅一點係咧，佢哋即係佢哋有一個降班條款咧，就係多名嘅錘仔幫球員喺降班之後有50% 嘅減薪條款嘅。咁但係咧呢個Sun Sports 透露啊，保雲每個禮拜超過10萬英鎊嘅周薪咧，係並唔會因為降班而減少嘅。咁最後會唔會因為佢嘅人工太高而被逼要賣走佢咧？始終英冠嗰個收入就遠不如英超啦。咁我哋再觀望一下啦。嚟到最後一單關於英超嘅轉會消息啦，就係賓福特嘅。咁德國天空體育報道啦，科隆嘅翼鋒啊，薩德艾馬拉咧係唔想加盟賓福特啊。咁即管有報道啦，話呢間英超球會咧已經為呢位19歲嘅球員出價4300萬英鎊啊。咁但係賓福特喺艾馬拉即係呢個佢喺德甲度過咗一個令人印象深刻嘅賽季之後咧，即刻想帶佢嚟西倫敦啦。咁然而咧係艾馬拉同佢屋企人啊，係正式通知咗賓福特話佢哋唔想加盟球會嘅。咁啊，賓福特其實都提高咗報價啦，達到去到5000萬歐元左右嘅。咁而科隆亦都係準備接受噶，咁但係最後就落空咗嘅。好啦，英超消息講到呢度啦，咁終於講到其他聯賽啦。咁當然先嚟講下皇家馬德里啦。咁佩雷斯咧啱啱當選咗啦，咁佢就話係會咧抌1.5億歐元嘅錢落去買一位銀河戰艦級別嘅隱瞞啦。咁佢亦都係公開咁話唔係呢個唔係嗰個咁樣啦，所以最後咧啲人就覺得啊，佢會買嘅呢個球員啊，一係咧就拜仁慕尼黑嘅奧利斯啦，咁或者係域天拿同埋祖奧利維斯嘅。咁雖然佢佩雷斯自己就否認唔係奧利斯啊，咁但係呢3位其實傳出嚟之後咧，好快佢哋各自嘅球會亦都話佢哋係非賣品嚟嘅。咁然後佩雷斯啱啱當選咧，就即刻就同摩魯咧就被正式任命佢為皇馬嘅新領隊啦。咁摩魯係計劃引進韋斯咸嘅中場M 費嘅嚟破壞曼聯嘅下季計劃噶吓，係咪真係買咧？我唔知。咁但係咧已經完成咗嘅交易就好快佢哋已經係啟動咗呢個國際米蘭嘅杜費斯啦，合約入邊大約2000萬歐元嘅解約條款嘅。咁而球員亦都同意加盟啦，據報體檢已經完成噶啦，官方公布咧淨係剩低啲行政程序嘅啫。咁合約咧就去到2030年啦，4年啦。咁皇馬當然就想買佢啦，因為右邊咧亞歷山大阿勞係頂唔住嘅，個防守方面係有進攻啦。咁但係杜費斯就完全唔同類型嘅，
身體對抗強啦，後上入禁區嘅能力強啦，空中威脅都更大，防守更直接噶，所以完全唔係重疊嘅，叫做係多咗另一種選擇啦。對比阿盧嚟講，咁皇馬其實非常聰明啦，2000萬歐元呢個非常之抵嘅價格，買一個有歐聯世界盃經驗嘅即戰力右閘，風險唔高噶。咁我下個亦都好期待啊！佢喺右路皇馬對巴塞嘅時候，佢對住耶馬，耶馬會唔會有甜頭呢？或者係俾佢守到死晒呢？咁啊真係〜令人期待啊！咁另一單啊，高蘭迪咧，離開利物浦之後，已經同皇馬達成咗口頭協議啦，雙方準備簽低4年嘅合約嘅。咁部分西班牙媒體甚至表示啊，文件已經完成啊，淨係等待正式公佈啦。咁又自由轉會啊，皇馬又無需知會轉會費 M 走咗呢個高蘭迪啊。上季阿盧，今季高蘭迪，利物浦咧都真係皇馬真係冤家嚟嘅，有少少。咁啊，當然就抵到傻啦，免費轉會。咁始終皇馬近兩季中堅位置咧不停出問題嘅。魯迪加最新消息係續咗約啦，咁但係年紀都開始增長噶啦。呢個 Eder Militao 咧傷患亦都係不斷啦，防線深度完全不足啊。皇馬今個夏天即係頭兩單已經係非常之聰明嘅簽約啦，咁我好期待佢哋之後會做啲咩出嚟啊。始終佢哋連續兩季。4大皆空咧，係真係要做啲嘢嘅。對於皇馬呢種級別嘅球會嚟講，呢個成績係完全不可接受嘅。好啦，西甲就係得皇馬啫。咁跟住嚟睇下其他聯賽啦。咁啊，意甲方面啦，祖雲達斯咧，因為今個夏天啊，如果今個夏天將高路姆亞尼帶唔到翻嚟球會嘅話咧，佢哋會重新燃起啊對水晶宮前鋒啊 JP 馬迪達嘅興趣啊。咁馬迪達1月啦，睇嚟將佢原本咧就以為係會喺水晶宮轉會去意甲啦。咁但係由於報道啊話佢過唔到個體檢咧，轉會 AC 米蘭嘅交易告吹啊。咁啊，佢啱啱翻到去南倫敦嘅時候，梗係俾人噓爆啦。咁但係啊，喺歐協聯決賽入邊射入致勝球之後咧，成功挽回聲譽啊。咁祖雲達斯今年稍早都有意將呢位法國人帶去意甲噶啦。咁但係而家米蘭體育報表示啊，如果佢哋同高路姆亞尼達成唔到協議嘅話咧，佢哋就會向馬迪達報價啦，或者啊係轉向馬體會嘅另一位前鋒啊呢個索洛夫嘅。好啦，今日嘅最後一單轉會消息啊，就係拜仁慕尼黑咧係策劃緊去簽低利物浦嘅年輕翼鋒啊安古姆夏嘅。咁拜仁就虎視眈眈啦，希望將佢確定為左路進攻嘅理想補充啊。咁但係咧冇可能嘅，利物浦係絕對唔會將呢個僆仔賣俾你嘅，諗都唔使諗啊。咁所以呢單嘢咧就將佢擺喺謠言方面咧就得噶啦。好啦，咁今集咧就睇住咁多先啦。咁你又覺得邊單轉會啊？你又最睇好咧？歡迎下面留言話俾我知啊。咁睇到呢度嘅你中意嘅都記住 like 同埋訂閱我哋啦。咁好，今集時間差唔多，多謝收睇，我哋下集再見，拜拜。